珠海市區呢度豪宅單位啊，如果你手上邊有70零萬咧，你就可以做業主啦。167個平方啊，全屋咧係帶埋豪裝交樓嘅，雙露台啦，一共咧係4間房啊。廚房睇到嘅所有硬裝咧都係交樓標準啦，西門子嘅爐灶煙機，包括蒸烤一體箱、廚房空調都係交樓標準。呢個東北邊嘅露台望出去咧係冇任何嘅遮擋啦。呢個單位咧亦都係一個低密度啊2梯3戶啊，總層高咧先24樓，全屋咧係帶埋帶金嘅中央冷氣啦，客廳闊到有4.7米嘅。呢個南向嘅露台咧望出去咧就可以望到拱北嘅方向啦，樓下幼兒園啊、小學同埋中學咧、街市同埋醫院行路都係10分鐘嘅時間啊。咁呢個單位有個特點咧，佢嘅層高咧係3.15米啊。嗱，翻到去拱北口岸咧就係12分鐘左右嘅時間啦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咧都係15分鐘左右嘅，正咧係珠海嘅市中心啊。咁如果你覺得面積大嘅話咧，另外仲有86平方啦、112平方啦、115平方啦、127平方同埋143平方嘅。咁樓盤咧都已經整體落成噶啦，辦好手續咧就差唔多可以入住啊。咁我覺得呢個樓盤嘅缺點咧，可能就係小區嘅規模比較細啦，只有4棟樓啊。但係咧勝在咧佢係全部都係低密度嘅2梯3戶或者係2梯4戶啦，而且啊全部都係依足豪宅去打造嘅。洗手間睇到嘅智能馬桶，從下嘅品牌都係交樓標準啦，而且佢每間房啊呢啲衣櫃咧都幫你做好晒噶啦，雙層嘅隔音玻璃啊。嗱，咁如果你喺珠海睇過豪宅嘅朋友咧，都知道噶啦，十字門包括橫琴嗰啲咧都要成4-5萬蚊，甚至乎係5-6萬蚊嘅。呢度最平嘅單價咧，原價咧係去到4萬蚊嘅，依家折後最平一套咧29000幾咧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留言啦 ，thank you。